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嘅5例本土，4例伫台南，拢甲病院群聚有牵连，1例伫咧台北，这5例拢毋是隔离中确诊的社区有风险。政府修法食酒赛车累犯会防公布名甲相片，台南市府今日带头先做，已经公布3个累犯资料。嘉义市放门车站对面的百年茶厝遭到火烧，连烧7栋，历史建筑玉山女社害甲真严重，恐怕真歹复原。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计58例的带病入境，各有5例本土。这个本土个案有4例是伫咧台南，拢甲之前的病院群聚案有牵连。另外1例是伫台北，是昨一个找无感染源的病例，伊的亲人。爱特别注意的是，今日这5例拢是确诊进前，也搁有伫咧社区内底行打，所以社区是有探病风险，大家都要注意。台南路中伫学校门口搭着今日校园消毒告示，因为接到通知，有学生家长确诊，13赶紧封校来大消毒。有家长确诊的班级，则是停课1天，才线上授课。13台南总共新增加4个本土个案，拢甲病院的传播链有关系。21392跟21422本身是夫妻，他们是盐水传播链。21297透过他先生传给21394，那另外21393的部分跟相关的确诊者有足迹重叠的地方，在医院共同就诊。确诊者伫初3到12去过火锅店、理发店、药局、早餐店甲小档头，全部拢清洁消毒。指挥中心讲，台南这4个确诊者拢甲队中中的游览车、旅行团甲药师接触相关。同一天，台北市新增加1个本土的案例，1395是双胞不明感染链大港位的厝内底人。妹妹12确诊了后，哥哥13去画着，初8到11捌去过建筑师事务所、便利商店、台北市市政大楼甲邮局，也捌坐过台北捷运。相关小话已经有5人画着了。已经匡列他相关的这个接触者有8人居家隔离，扩大裁减11人，目前都在检验当中。今天公布的本土的这个5案当中呢，都没有这个居隔阴转阳的个案，都是我们扩大匡列裁减出来的这个对象。那整体的这个社区的风险仍然存在。13除了新增加5个本土的个案，也有58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指挥中心提醒，整体社区风险依然存在，南部互相守卫也需要继续监测到3月28，提醒民众若是去过相关的所在，拢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食酒赛车，毋若是摕家己的性命咧搏，更较严重的是造成别人的危险。近日政府修法，食酒赛车累犯毋乃加重处罚，更较会公布犯人的名甲相片。台南市政府今日就带头先做，伫咧交通局的网站顶悬公布3个已经食酒赛车纪录片的民众因的名甲相片，希望会当减少这款危险的行为。警察3月7日透早3点外，伫台南市民族路顺路，看到头前4名查某人骑机车西弯，无拍方向灯，甲伊查落了后，发现竟然是啉酒骑车，而且较早有种情形。刚刚暗时8点外，有一个市区的查甫人，相关因为啉酒开车，互警方查落。先生啊，你左侧只1.03啊，车管啊，你啉啊。另外，有这个姓氏的查甫人3月7日深夜酒后来开车，伫满道区下错了，互警方查到。好了，来左侧指0.90啊，对吼。这台公列宽哩。这3个人伫3月7拢因为啉酒开车，也是骑车，互警方移送法办，而且因拢是啉酒开车的累犯。台南市政府13市专告头一案做管区，甲因的相片甲相关资料全部公布伫市府交通局的网页。有2男1女，曾因酒驾累犯，受裁决处分确定，由市府及时来做公布，市府为提高民众酒后不驾车的意识，并维护其他市民用路安全，才执行这个措施。台南市府表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啉酒开车再犯者应公布再犯者的姓名、相片甲违法的事实。全国各县市会在3月31开始来实施，台南市是提早安尼做。中央是在规定是3月31号开始，好，那甚至可能有落实到地方，可能到4月份，哈。那所以说，但是我们台南市已经在3月31号以前，今天3月13号公布第一波，
这个酒驾累犯的人。市长黄伟哲表示，中央实施办法公布了后，台南市的军警依照统一模式来办理。不过这段时间，若是有搁查到啉酒开车的累犯，伊愿会先用台南的模式来讲告，希望民众唔通安尼做。记者曾华报道。嘉义市北门车头对面的百年茶厝昨暗着火烧，连续7栋，包含有73年历史的玉山女社厝顶嘛烧甲放起，受损的情形实在真严重，恐惊会真歹复原。木造的旧厝伫一片火海内底，嘉义市北门车头附近的景点玉山女社，12号半暝要12点，互对面徛号发现有火光，赶紧报警。但因为甲伊相外的厝同款拢是要100年的木造建筑，建消到场的时阵，火势已经无法度收煞。现场附近的水源比较有些微不足的一个状况那深夜时段水压也比较低这都是抢救比较困难的这个地方。木造建筑的这个整个消防，还有附近的这种水线应该要做好修了。一排7号拢总着火，消防人员有水线赶紧抢救。火焰对木造建筑的厝顶冲出来，一直到半暝1点外才灭掉。起火点甲原因搁伫调查。加在住伫玉山女社的女客甲附近徛号，拢伫发现着火的时阵，就赶紧离开，无造成伤亡。我们在1楼在聊天，然后就有听到烟雾警报器的声音，对，然后赶快跑出来看，然后发现2楼起火。2楼外壁厝顶烧甲乌麻嘛，搁放落来。有73档历史的玉山女社，伫1963年阿里山林体转型观光了后，本来是无坐着尾班车旅客一定爱住的女社，进前搁因为伤旧差一点仔互拆除。2009年转型做女社甲咖啡厅了后，重新变做当地的景点。如今互大火烧成安尼，嘛互在地人感觉真可惜。但头家表示袂放弃，会思考要安怎重新出发。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嘉义报道。对今日饭店开始，国内汽油甲柴油拢袂起三角，95的无烟汽油已经冲破10公升33块。今日饭店过国内油价要搁起，92的10公升是31块6，95 10公升33块1，98 10公升35块1，柴油10公升29块4。中油表示，这边起价甲美国、英国禁罗西亚的原油，搁有沙烏地阿拉伯的油起价有关系。95的10公升破33块，是这7年半以来上介贵的。健保署按算要甲一寡一年无到5000人用的指示用药取消健保给付，这当中有包含一寡感冒药甲胃肠药等等，计共有356项。预估当年的健保会当省700多万。毋过有医生就烦恼讲，若是因开的药是迄寡去互取消健保的，民众看病了后，就搁爱家己去药局买，恐惊会造成民众抗议。感冒药甲肠胃药这只是用药，难以用量无5000人，健保署想要取消这类只是用药健保给付品项，总共有356项，所讲每年应减少支出751万。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会先针对使用量较细的只是用药慢慢退场。只是用药怎么样做一个调整，这是长久以来在健保开办的时候就有的政策。好，那当然这都需要大家来讨论。那健保署先把基本的方案先规划出来，那以使用量比较少的逐步来退场。但不过，我想这个大家要来做协商。2017年健保回国期慢慢取消只是药品给付，健保署研究要取消356项只是用药，不过伊个真属烦恼。那民众到医疗院所，医所开无健保给付的只是用药，民众爱去药局，家己开钱买药因讲是开200钱，恐惊引起民怨。他一直用5000人以下的当标准说，那这些比较少人用的，我把它列入指示用药。其实我觉得不能只是用人数要看那个药有没有必要性，有没有有效性。台湾的优势就是说，看病很方便，很便宜，有一些问题呢可以早期发现，不用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来去治疗。只是用药甲处方药无同，免医师处方，使用进前依照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示就应家己买，亲像部分胃肠药甲综合感冒药等等。医界无反对取消给付较少用的医疗保健及药品的指示用药，毋过罕见一边，较歹摕到的药免取消给付。健保署表示，各界意见无同，会伫月底进行收集各界看法。记者综合报道。
连任3届无党籍嘉义市议员戴玲涉嫌诈领助理费超过500万，互检方声押。本地嘉义地方法院是裁定80万交保，不过检方提起控告。今日庭开羁押定了后，认定戴玲可能会去倒口警，裁定收押禁见。谢谢大家关心。交保这几天，无党籍嘉义市议员戴玲搁去法院出庭，因为疑似涉嫌诈领助理费超过500万，互检方声押禁见了后，裁定80万交保。检方不予提起控告，台南高分院发回警裁。嘉义地院13开羁押庭，裁定戴玲收押禁见。议员他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一次的羁押裁定哈，所以他有授权我尽快帮他提抗告。那确实，我们认为这个羁押的理由是不充足，而且是十分牵强。戴玲也透过律师转达，一定提起控告，只是戴玲会被羁押，是因为合议庭认为被告犯嫌重大。就算辩称助理拢是爸母请的，所及其他证人讲法无同，还阁传唤伊的爸母等人到案调查清楚，再定羁押，还阁防止甲爸母等人交传别证。依被告与这些人的密切关系，有相当理由认为有勾串的可能，因此，本院在审酌被告的涉案程度高，涉案期间长达9年，基于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被告羁押禁见。不止烦恼甲爸母交传，法院阁指出，针对部分事实，戴玲原本讲袂记哩，即摆煞雄雄交代清楚，讲法阁甲部分证人共款，也被认定有串证的记录。为无要互案情限制无清楚的状况，免用交保者的手段出台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2礼拜外，即阵罗西亚是对北边、西边佮东北边要甲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包起来。罗西亚陆军离基辅敢若剩25公里远。这回战争所造成的死伤，乌克兰的总统暂时表示，因已经牺牲1300个士兵。罗西亚军队嘛已经有12000人死亡。乌克兰首都基辅大部分的地区12已经听到两军交战冲炮声。在基辅西边48个公里的马卡里夫的村庄，公府建筑学校甲医疗机构传出互乌军空袭。泽连斯基伫影片当中，佮对乌军军人的妈妈亲情话话，暗言唔通互因后生伫异地他乡的土地来战争。Я не радію, я від цього, знаєте, це не моє бачення світу, да, в цілому. Тому що у них є батьки, їх відправили. Більшість з них в цілому не знаю, куди вони приїхали. Нічого не знаю.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指出，乌军是想要毁掉乌克兰的合法民选政府，和都市袂当运作打击人民的士气，征服当地老百姓。 Це є акт тероризму. Росія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знищити законно обрану владу в Україні, яка захищає інтереси мирних мешканців. 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这2个月战争到今已经有超过250万的难民走去附近的国家。不过，这阵说是有犯罪集团利用提供正大交通也是工课这款讲法，要骗难民讲要甲因斗3工。不过，说是甲人操打，甚至甲囡仔掠去卖。 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摩尔多瓦这甲乌克兰接触会国家，过去2礼拜以来，进入超过250万乌克兰难民。边界关口除了官方工作人员以外，也有技工甲真侪热心的普通老百姓，为人提供免费的住宿、免费的交通运输，甚至是工作机会。不过其中并是完全无风险。 There are many very dangerous propositions from different people. They can offer us help for free to reach any country, to have an apartment, to have food, to have medical help for free. But it's not true, and she told me that I have to communicate only with official people. 波兰勒斯拉夫的警方查查以性侵罪名抓一个49岁嫌犯，伊透过网络诱骗佮攻击一名19岁乌克兰难民。警方表示，嫌犯相关会面临12年有期徒刑。 过来官方甲非政府组织的团体也发现人蛇集团甲性犯罪分子在边界甲社群网络活动的现象。
一点捌服务伫警队部队法国外籍军团的军事专家，主动伫波兰美迪卡边界巡逻，护卫难民的人身安全。Morning, we found three men that was trying to get a bunch of women into a van. I cannot 100% say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recruit them for sex trafficking, but when we started talking to them, when we approached them, they got nervous and they just left immediately. So we just here to help. 后边指挥会101份人口走私报告，估算全球这类的犯罪每年获利294亿欧元。第27个会员国，新北市是常常看到人口贩卖罪行，将近3%受害者拢是女性，1%是囡仔。为防止同款的悲剧发生，德国柏林警方特别伫社群媒体以俄文、乌克兰文对妇女甲囡仔发布警讯。罗马尼亚边界的警察首长也呼吁入境的难民接受采分的好奇进前，爱做好措施，亲像手机电池爱充满，坐便车爱会记对方的车牌号码。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屏东的小琉球有真侪石龟，不过当地船也嘛袂少，所以讲常常传出讲有石龟去互船撇啊陷着上意外，昨都有游客发现一只，不过迄只石龟因为伤甲真严重，落尾是不幸死亡。对，海龟救援哦，海龟救援，我们把它请上去好了。正边的骨壳破去，头前骹也有白色的空水。这当伤的石龟，昨日下晡伫小琉球附近海域漂伫海面，无度冲落水。好，这伫遐耍的游客来发现，赶紧将这只石龟送往岸边，并且通报海巡人员来救援。本所立即联系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经研判该绿蜥龟伤势需后送治疗。立即协调东流线交通船业者协助医疗后送。这只海龟发现时，空水已经开始烂，热心的游客一直用水解破淡。海巡人员甲游客大家斗搬，甲这只海龟搬入水槽了后，赶紧运转去东港，交予屏东海参馆来救治。可惜这只海龟伤势是伤严重，伫到海参馆进前已经死去了。在海龟的背甲、还有前肢、还有头部的部分，都可以看得到螺旋桨造成的一个创伤。那我们推断这只海龟之前被螺旋桨打到的时候呢，已经在野外已经有数天的时间。小琉球近年来因为生态保育成功，真侪石龟重要栖地，也毋过因为垦丁国家公园海域严格管制，也互真侪石龟受到船只的普罗皮拉伤害比例上悬的所在。学者就建议，这海龟定定出现的所在，应该管制船只入港降速，降低对这珍贵的海洋生物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台湾早期有金工党用假金仔咧拐钱，但即马嘛有侪诈骗集团变各种手法咧骗钱。台北就有一个医学中心副院长80外岁老母，互诈骗集团搬个假检警赶去，毋但是去哄骗现金，甚至佫甲厝摕去抵押，今年就哄骗4800万。根据调查，这款诈骗方法去年就有9000件，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受害者是60岁以上的民众。这种账户啊，假如是公司的部分，公司会用公司的账户，不会用个人的账户。这种钱到哪里去，真的不知道呢。记者银行的通报，警方广告现场，桃园这75岁老先生要办真大笔的资金转入别人的户头，也过汇款的对象却是诈骗的集团，300万块差点要互骗走。虽然假的检警诈骗已经是旧的步数啊，也过也受真侪老大人向骗去。竟有一个医学中心副院长的老母，今年互骗大约4800万块。因为我们其实知道是说那个年长者他常常就是可能白天在家，然后这个讲到公务机关的诈骗手法，他常常都是拨打家里的市话，所以可能这个年长者族群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到这些电话。住伫台北大安区80外岁妈妈伫厝内底记着讲是电信客户的电话，讲伊欠真侪电话钱，也转互假165反诈骗的专线电话，互被害人相信了后，就出现假警察骗伊牵涉洗钱这案件，互被害人毋若交出提款卡，更加甲厝抵押贷款，一直到家属发现毋对，报警处理。我们用正式的通知书的正式的公文书会通知，那个相关的人去到案，不会用电话去通知。
一直有诈骗的案件，刑事局统计，敢若去年就1000件假检警诈骗，占总诈骗案件第3关，互骗去的钱，甲去年比较更加增加1000多万，其中超过50%是60岁以上老人。被诈骗集团定立骗人的讲法，包括身份号模用、监管户头、甲侦查无公开等。不过，即阵甚至连反诈骗的专线电话也有诈骗集团来利用。假检警骗术一直在改变，民众一定要随时提悬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台语的红仔册是哪来哪济，不过逐款拢有无共的创意。即回带大家来看一个乐团，因照故事的情景改编古典音乐，搁设计舞蹈动作，互囡仔人咧看红仔册时阵有音乐，搁有舞蹈来做伴。这本《回捧起山谷》描写亲子家庭甲动物大自然的关系。作者江宽树本身咧教音乐。伊发现剧情加入音乐动作的设计，对囡仔学习有正大帮助，开发出台语互动的音乐课程。语言甲动作甲歌拢搭做伙的时阵，因真侪囡仔甲我讲，因转去啊，拢会直直唱遮个歌，嘛会去讲迄故事内底一寡字。活跳课程，故事加入舞蹈音乐，囡仔人袂输是咧伴一出台语歌舞剧。江焕竹团长也将回捧起创作延伸去古典音乐，开发囡仔的音乐细胞。雨愈来愈大，大粒的雨水滴落来，刷来就开始弹雷公。改编古典音乐为外地的书柜，用鼓声、大提琴表演出西北雨落玫瑰残花的多变。古典的音乐在实际上在演奏的时候，它是有很多细节的，而且是有很多情绪，其实是电脑做不出来的。对，那加上小朋友平常也比较少在场合听到真的乐器，所以像我们去演奏的时候，其实很多小朋友就会非常好奇，巴松管原来这么大一只哦。用乐器舞蹈伴出歌跳的故事情景，嘛甲台语加入表演艺术内底，好台语好听，佮好耍。记者杨淑晴、张学水、谢桂林台北报道。今仔日3月13日是228受难者唐德宗律师过身75周年。台南举办追思活动，安排民众对唐德宗在生所住的所在出发，行到唐德宗纪念公园。台南市府嘛按算要甲中正路的其中一段改名号做唐德宗大道，互更较侪人了解到这段历史。13这天是唐德宗历史过身75周年，今年的纪念活动特别对唐德宗故居出发。参加的民众不管大人囡仔，大家用双脚跟对75年前唐德宗的脚步，做伙行一段民主路。经过这个以前唐德宗伫伊过身进前，的一寡相关的地点，比如讲这个台南地方法院，啊，这个伊旧的这个事务所，啊，佮伊去用掠去的这个台南州会，啊，上尾啊，较到这个纪念公园了进行这个追思仪式安尼。这段民主路纪念协会安排专人导览，会当发现今年有袂少少年人，也是父母带囡仔做伙参加，行到唐德宗纪念公园，伊会当上前，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唐德宗的后生，拢来献花，做伙来追思。75年前，我是13岁囡仔，今仔日已经爱行过啊，才会行路，感谢诸位。带囡仔出来，把这个历史会当传承落去，啊，会当互以后的囡仔拢知影讲，以前有一个勇敢的台湾人，但才保护台南人。除了追思，下晡阁有乐团甲艺文表演。协会希望有阁较侪无共年岁的民众熟悉这段历史。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表示，市府当咧规划，甲公园边仔的中正路其中一段改名唐德宗大道。台湾文学馆就是唐德宗大道1号，按算今年就会当挂牌。记者陈嘉文台南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载阁有一阵锋面的通过，不过水气是无介济，干那东部甲北部的山区会落沙雨。不过拜四的下半部有一阵锋面要特别注意，因为北部甲东北部会反冷，而且阁会落雨。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9度到28度，中部地区17度到31度，
南部地区20度到33度，东部地区19度到28度，外岛地区16度到28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